为了要保存这阿里山的历史甲文化，文书工作者黄东宏先生收集台湾对之前时期到达80年来历史的航照图，用3年的时间完成复返阿里山这本册，是国内头一本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航空影像的专门册。而且在调查过程当中，搁再发现到日本时代消失真久的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哪来线。 对天顶翕落来的相片，这是1943年太平洋战争的时留落来的阿里山航照图。为着要研究阿里山林业铁路100年的历史变化，文史工作者黄东宏先生利用台湾对二战时期到达80档的历史航照图，完成复返阿里山这本册。内面除了阿里山铁路、山林、溪流的变化，佮有翰林遭作日战后迁徙的过程。阿里山林铁文资处表示，这本册记录真济无虾米人知影的代志。一个跨80年的俯视的视角，历史航照就是一个视觉的艺术，所以它等于把阿里山文化从生态、林业、铁道，还有聚落人文跟艺术文化全部诠释的淋漓尽致。 作者黄东宏讲，这摆的调查当中，伊上大的修行是伊甲鹿窟山考古调查队经过4届的调查，发现到日本时代翰林草树仔的据点甲古迹，嘛，互因找到消失真久的铁路林内线。过去阿里山开发森林的时阵，有真侪条的林内线，这寡林内线伊查错了后，伊的铁轨甲伊的工作小屋拢会刷去别位。阮利用航空林业的关系，1950年代的相片，伊会使记录到讲过去30年代一切的纹理。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表示，复返阿里山这本册是一本较复杂、嘛较有深度的册，彰显阿里山铁路的变化，嘛是一本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航空影像专门的册。有二战的时美军航照图，佮有战后咱空军甲林务局的航空摄影档案等等，会当完成是真无简单，嘛是靠济单位的斗相共。记者陈阿选、庄俊佑台北报道。